新北市区一台公车昨下晡经过邦桥车头的时，要转弯，却和另外一台公车相撞，这头仔是弄甲嘴糊糊，司机煞继续驶去后一站，才放乘客落车。公车伫路口挖过了后，车先去弄到另外一台公车，不过司机并无甲车停落来，车好了后竟然驶离开现场。车的窗仔门破去，玻璃油四散伫车底，公车已经受损，司机煞继续伫驶去附近的公车站，才互所有的乘客落车。我是受到蛮大的惊吓，因为那时候破的地方就在我座位的正旁边，他们没有在原地处理好那碎玻璃，我也没有看到警察出现。事故发生伫12下晡5点外，两台3中客运的公车伫新北市的邦桥车头附近去压着。客运的业者表示，这个刚弄到的司机驶公车已经有28年的经验，伊的酒测甲休困拢有正常，应该是无食酒驶车或者是疲劳驾驶。本公司7、8路线公车因为注意安全间距及车侧状况，不慎擦撞同为本公司南37线公车。雄弄这个，唔奈互两台公车拢总有20个乘客行一条。有一个学生的家长打电话去反映，讲因囝因为安尼受伤，不过警方到达拢无接到报案。停在那边的话，势必会造成当地的交通打结。我们已经有收到公车业者他们提供的行车影像，不会有什么肇逃的状况。交通局回应讲，已经有要求业者都要赶紧甲受伤的人联络，嘛要加强驾驶员的训练甲教育。面对这个疏失，业者嘛伫13早起，甲人叫登去辅导。这种情形我遇过啊，也是这样子，角度没抓好吧？急刹车的时候吧，往前撞这样子，然后其实还蛮危险的。为紧急打档造成乘客受伤，车门去夹到乘客拖行，当时还有长期的分隔岛的。加上这个事件，发现最近国内真正发生公车引起的事故，所以司机驾驶的行为需要提升，唔通互乘客坐车感觉心惊胆吓。公司新闻新北报道。